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8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8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也就是尾啊算倒转来解说甲第2节，就是解说甲经不朽作，是名为忏，故称忏悔。这呢，就是六祖坛经忏悔品第6分落来属于第3段，就是在说明无上忏悔。在无上忏悔这个所在所讲的呢，就是讲咱忏悔时阵，必须出自于内心忏悔，毋是一种的外表的忏悔。所以在前面呐，慧能大师就讲，什么是叫做讲忏，什么叫做讲做悔呢？讲这个忏，就是忏其前愆，就是以前所做毋对的呢，该忏除掉。这个悔呢，就是悔其后果，将前所有一切，或者罪孽忏悔了，还阁再注意讲未来啊，毋通去犯着。这就是忏其前愆，悔其后果。一旦好忏其前愆，悔其后果，安尼这名叫做讲做忏悔。即马说的解说下面就是凡夫愚昧，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果。伊不悔过，前愆不灭，后果又生。前愆既不灭，后果后又生，何名忏悔？凡夫愚昧，就是在讲咱凡夫众生呢，愚痴未晓。因为咱凡夫众生愚痴未晓啊，就只有呢，会晓要来忏前愆，啊，就是讲将以前所做的毋对的啊，会晓要甲伊忏除，但呢，不知悔其后果，却是毋知影要来悔迄个后果。意思就是讲，过去毋对的，会晓要甲伊消除过去毋对的罪孽。就是讲，哎呀，我过去有做真正侪毋对，希望过去的这罪孽呢，会当甲伊消除掉。毋过呢，却是不知悔其后果。这个悔其后果在前面已经讲了啦。这个悔其后果啊，就是讲从今以后呢，无要搁再去做毋对啊。从前做毋对，会晓要来忏，但是呢，以后做毋对呢，却是啊，袂晓过来注意啊，袂晓要来注意讲以后啊，毋通去做毋对。这就是所谓叫做讲做迷啦。下面讲伊不悔过，前愆不灭，后果又生。讲因为袂晓来悔其后果，也前愆呢无灭掉，但是后果呢又搁再生起了。啊，咱讲是叫做前愆不灭，后果又生呢？咱必须来了解，这个忏悔啊，
罪孽即个物件呢，并毋是讲真容易互咱家忏悔掉，所以就变成讲咱过去的罪孽，虽然是讲忏悔啦，但是呢无忏悔掉啊，后边佫生出来过失啦，后边的过失呢，又是佫再生出来。这就是因为不忏悔，前kend不灭呢，后果又生。咱要忏悔这个罪孽，虽然约理讲起来，罪性本空，在咱的自性中根本都无罪孽可得。毋过罪孽这个物件呢，也是一个真正奥妙的。实在是一个真正无容易该参读，所以慧能大师就讲啦，讲前kend己不灭，后果又生，何名忏悔呢？讲咱将过去的这个愆尤过去的愆尤，也就是过去的罪孽啦。这个过去的罪孽，既然无灭掉。这个后果呢，又搁再生起。前面呢无忏掉，后面的呢又搁再生起啦。安尼哪里会当家命叫做讲做是忏悔呢？就袂当叫做讲做忏悔。了做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所讲的重点，所以叫做讲忏悔。第一就是将过去的爱甲忏掉。忏掉了呢，要注意未来毋通搁再去犯着。咱这个忏悔，将迄个罪孽甲伊洗掉，就等于讲咱穿的衫裤已经有黏着迄个垃圾，有高着垃圾呢，当然自这个垃圾要甲伊洗清去。洗清去更较重要就是讲，要注意毋通搁再去高着垃圾。假如讲你过去所过的迄个垃圾，你甲洗掉，但是你这件衫穿出去一点仔都无注意，又是搁再过甲全垃圾，安尼你洗嘛无路用啦。那何况讲咱这个罪孽，并毋是亲像洗衫裤较简单，毋是讲像洗衫裤讲倒垃圾将湿文甲洗咧，或者是讲现主时有一寡。洗衫的迄个清洁剂之类的物件，过较垃圾的物件、较油的物件，洗都洗清去。咱的罪孽并毋是遐简单，所以咱必须了解讲，现主时虽然是科学非常发达，用个机器会当好洗衫裤，用个机器会当好将垃圾的物件甲伊洗掉，但呢，却无法度发明出一个物件。会当好将咱内心的烦恼，或者是讲内心的罪孽，甲伊洗回清去。这就是科学，甲咱佛学呢有所不同。也就是讲，咱这个佛法超然于科学的所在。咱佛教不但是讲外面的，最重要就是讲内在的烦恼罪孽呢，会当好以佛教的忏悔法。来甲伊洗除清去，最重要就是讲，一旦咱伫咧求忏悔啦，必须爱尽量注意未来，毋通搁再去做毋对。毋通甲喙讲我毋敢啦，我以后毋爱搁再做啦。你喙讲袂合，又是搁再做，安尼根本呢就袂当好达成着你忏悔的迄个意义咯。那就别输抄囡仔，咱当然即阵的大人。是较疼囝啦，袂讲随便囝甲你来讲。那咱较早的人呢，囡仔若做毋对，一定随时甲伊讲。将迄款的车仔都甲伊讲。即摆讲了到第囡仔都哀叫都在咧叫，毋敢讲，我后摆毋敢啦，后摆毋敢。但是呢，讲咧，口咧，喙拄则讲毋敢，拄则讲煞呢，又是搁再去做毋对去。那就是囡仔咯。因为囡仔伊无迄个智力。就是讲无迄个头脑，无迄个智慧力来控制自己，所以呢，喙讲毋敢，事实上念伊阁袂记咧，念伊阁再去做毋对。
毋过咱大人嘛是甲囡仔差不多啦。虽然咱是讲我过去做真正侪罪业啦，要甲忏悔掉啦，但是呢，敢若会晓顾你讲过去要甲灭掉，袂晓阁进一步爱注意讲未来毋通阁再去增加，毋通阁再去做。若呢，不但是讲过去无法度好忏悔掉，阁再增加了新的罪业，新的罪业、旧的罪业，甲咱做一堆，安尼呢，就是咱佛经所讲的，讲咱众生从无始劫以来所做的罪业，好哩是无形象，若是有形象真即个虚空都无法度好甲咱抵，无法度好抵咱所有的罪业，咱遮的罪业迄个虚空都抵袂落啦。你看咱的罪业有偌济呢？所以约书上讲起来，咱的罪业是不断来去求忏悔。若是约理讲起来，罪成本空。所以在三祖的迄个净忏大师呢，就是有这段因缘。这个净忏大师伊身躯有患着风湿病之类。风湿病这是一个真正痛苦的代志。伊患着风湿病，之间呢伫咧受苦。伊就想起讲伊一定是前生所做来罪业真深重啦，所以身躯才会交病痛。伊就去甲二祖慧可大师问下，讲祖师我的罪业真深重请你呢甲消除罪业。迄当阵二祖讲安尼你的罪业真重，你罪业伫倒你摕出来互我甲你消三祖想讲对我的罪业伫倒呢？毋着摕出来互二祖甲消除，甲消咧。哪里会知影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到底罪业伫倒根本呢找无出伊的罪业，找袂到伊的罪业到底是伫倒？迄当阵三祖就甲二祖讲罪业找无二祖呢随时甲伊讲已经甲你消除清气安尼呢，这个三祖就开悟了。三祖的开悟，完全甲二祖的开悟同款。因为二祖慧可大师是甲达摩祖师讲：“我即马心不安啦，请祖师甲安心。”迄当时阵，达摩祖师甲讲：“心摕来，我甲你安啦。你讲你心不安，心伫倒个呢？你心摕出来，我看我就甲你安咧哇！迄当阵二祖赶紧要来找伊的心，因为心不安嘛，要找伊心。但是找过来找过去找无心，迄个时阵，达摩祖师讲：“我心已经甲你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无心，哪有痛苦呢？无心就无痛苦，心已经甲你安了。”二祖也是以达摩祖师教导伊的方法来去教导三祖。三祖甲讲：“我的罪业真深重，请祖师甲消除我的罪业。”所以二祖甲讲：“你罪业摕来，我甲你消结果三祖呢找无罪业，二祖甲讲：“拢甲你消了。”那既然无找无，安尼是毋是已经拢罪业清去呢？所以约罪性本空讲起来，在咱真如自性清净本心中呢，根本是无罪业。毋过约事上的事实讲起来，咱却是从无始劫以来有贪嗔痴的烦恼，做了种种的罪业。这个罪业并毋是讲话一声讲该消就会当好消除。比如来讲啦，咱前生做迄个害死人的罪业，咱现仔细会当了解讲罪性本空，在咱自性中根本哪有这个杀生业呢？自性中是无杀生业。毋过因为无明烦恼的驱使，在咱的行为上，过去已经做这个杀生业。你害人一命，你就要还人一命，并袂当讲你关这个自性空，安尼就有法度呢，把你过去的杀生业给去掉。所以咱关掉这个自性空，只是了解讲，在咱的自性是无罪业可得。毋过，约咱现在是做一个凡夫的事实上讲起来，
你即个业报咧，我那是袂使咧无受。不但是讲咱袂使咧无受，就是佛嘛是共款。所以过去咱教主释迦牟尼佛虽然是成佛了后咧，抑阁有几遍的迄个身躯上的毛病。那即个毛病是对来，就是由于过去所做的罪啊，现主是在即个假体啊，共款的都爱受到迄个报。所以咱听甲讲罪性本空，在咱的真如自性中是无迄个罪业。咱毋通以为讲即个罪较有咧，只要你若会当该体会讲罪性本空，你就无罪啦嘛。若是安尼讲法呢，就未免过分的天真。因为事实上，咱是将无量劫来杀盗淫恶口两舌妄言绮语、贪嗔痴十恶，乃至五业等等啊，可能呢已经拢做了真济。那遮尔真济罪业呢，必须爱好好来去忏悔才会使。更加重要就是讲，咱过去的罪业忏悔清净啦，咱呢就爱时时去个注意，毋通搁来去犯着。这才是悔记效果。也等假定讲有够甲迄个道力，会当好把过去的家忏悔掉。你若是无注意未来，毋通搁再去犯着呢，就等于讲一领衫旧垃圾未洗清气，你怎啊搁清出去，马上搁再旧垃圾。安尼永远你迄领衫都是垃圾的。何况讲忏悔罪业，并毋是亲像洗衫尼才简单。虽然是讲咱伫咧忏悔，未必然会当互忏悔清净。旧的罪业无忏悔清净，新的罪业搁再增加来了。安尼就是累积了无量不变的罪业。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正所甲咱警告啦，就是讲坚肯记不灭，后果后有生，何名忏悔？安尼哪里会使来甲讲做是忏悔呢？咱即马第三段说明无上忏悔已经解说了，接来就是要来解说第四段，就是说明四方誓愿。先知是记忏悔意，以先知是发四方誓愿，各需用心静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先知是大家记不得，众生无边誓愿度，任无道，请不是慧能道。先知是心中众生，所谓邪灭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顶心，尽是众生，各是自性自度，是名真道。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不遮地，打破愚痴迷惘众生，各个自度。邪来正道，迷来恶道，愚来智道，恶来善道。如是道者，是名真道。由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不遮地，拄却希望思想心事啊。由法门无尽誓愿学，使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由无上佛道誓愿成，记常令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不遮，拄真拄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即嘛，这个所在呢，就是伫咧说明四方誓愿。先知识讲到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呢，搁再叫先知识一声，讲记忏悔意，以先知识发四方誓愿，各需用心静听。既然忏悔了，就是讲在前面
已经忏悔了，而且这个忏悔呢，乃是一种无上的忏悔，出自于内心的忏悔，毋是在外表的忏悔。既然忏悔了呢，就爱甲各位善知识来发四方誓愿。四方誓愿呢，就是讲四种的大誓愿。这个愿分为总愿甲别愿。别愿就参像药师佛的12大愿、阿弥陀佛的48愿等，这拢是佛菩萨特别的本愿。总愿就是讲佛菩萨，大家拢共款安尼发的，就是讲佛菩萨每一位呢，拢是发共款的愿，所以也名叫做同愿啦。现在在这所六祖所讲的愿这是属于总愿。在天台智者大师的摩指观有一个发大心，发大心也是属于发四方誓愿，但是的解说甲这有所不同。那就是讲六祖呢是欲自性、欲自心来讲这个发四方誓愿的道理。那这个四方誓愿，名叫做叫做四方誓愿。那什么叫做方什么叫做誓愿呢？在天台法界次第下愿来讲，现主是菩萨善能通达四体12因缘，会当互人民一切。那看一切众生呢，敢若亲像家己的囝共款，所以呢，会当好为着要度众生，永远在迄个生死道中替众生受苦，要来发心来教化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共款的当好来证求涅槃。所以呢，就必须要有这个大誓庄严使这个心不退。那这个四方誓愿为什么叫做方誓愿？这个方呢，就是讲真阔真大，就是讲伊这个心发出去，心演出去真空阔真大，就叫做方啦。这个誓是啥物呢？誓就是讲自己约束自己的心，就是讲自己呢约束自己的心，必须要安尼去做比如讲发一个心讲，我要安尼去做，要安尼去做呢，就时时刻刻来约束自己的心讲，我爱安尼去做才会使。比如讲要来度众生，那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心要去度众生。这个愿是啥物意思呢？这个愿就是讲只求满足就是讲在心所求的会当互来满足，这名叫做愿。在心地观经原来讲一切菩萨还佫再有4种的愿来成就众生，来主持三宝像是讲这个大海最深伊这个愿力不退转。那这4种是啥物呢？第一就是讲摄度一切众生，第二就是摄断一切烦恼，第三就是摄学一切法门，第四摄净一切佛果这就是遮所讲的四方誓愿。慧能大师讲，我现主是要甲恁来发四方誓愿，各国需要用心静听。就是讲用恁的心呢，爱好好来听伫遮这个静听，就是讲你听的时阵爱听去真正正确，毋通去听毋对去啦。安尼叫做各时用心静听。注意看些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